你有冇懷疑過自己行衰運或者遇到怪事？其實唔係偶然嘅。我見過唔少人以為小病小痛、運滯破財係以為自己唔好彩，點知最後發現原來中咗降頭。降頭術陰邪莫測，唔係每個人都識得分別。但只要你中咗，身上一定會出現幾個詭異嘅徵兆。首先，身體會出現無名嘅怪病，你會突然覺得全身好攰，夜晚成日發噩夢，瞓極都唔夠精神，睇醫生睇極都查唔到原因。屋企氣氛變得好詭異，無端端好似有異味。屋企如果有養貓狗嘅，佢哋會成日對住你吠。護身符啊、佛像啊，都突然間裂開或者唔見。生活運勢急轉直下，工作失意，財運大跌，成日同屋企朋友爭執，你仲會覺得成日有人望住你，甚至半夜聽到怪聲。如果你最近同人結怨，或者收到陌生人送嘅物品、食物，要打醒12分精神，千祈唔好當冇嘢發生。降頭之術越拖越深，後果難以想像。嚟緊我會喺香港開設本門嘅分壇，用身體力行嘅方式分享我嘅法科知識、發煞方法同埋真實個案。想知道更多，可以追蹤我朱金輝師傅。